暖暖十门客，咱来故事看万庄脚囡仔用心话，咱的故事探万地。欢迎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十门客节目。行过散食的600年代，翻头想过去，番薯签是迄个年代上可惜的记忆。若猪油搅饭，就是上香甜的滋味。今仔日的台湾，无论是卤肉饭，也是肉色饭，之所以遐尼受到台湾人的喜爱，应该是甲囡仔时代食饭搅豆油、搅猪油的美好记忆有真深的关系才对。我家餐桌很拥挤，爸爸、爷爷、叔叔、小孩先吃，没菜了，妈妈和奶奶只好吃酱油拌饭、砂糖拌饭，而我总是把碗填得像小山，兴高采烈端到六婶婆家，坐在门槛上，守着婶婆家的彩色电视机。阮家的饭厅真矮，阿爸、阿公、阿叔甲囡仔先食，食甲无菜啊！阿嬷和阿母只好食饭搅豆油，也是搅糖，也我总是甲饭贴甲亲像小山轮，欢喜噗噗去六金婆因兜，坐伫河顶，到六金婆因兜迄台彩色的电视机。清明祭祖是传统家族最重要的日子，各地子孙仔拢会专工转来祖厝祭拜祖先。一天，等家的长辈时代，天光早就对台北、台南开车转去祖厝，还佫住伫祖厝的大房甲三房的大家新妇，嘛照惯例甲饭菜放来公厅。七八个查甫人，强要甲小小的公厅客甲连转洗身的所在都无。还未到中昼，秋暉就伫灶骹出出入入，无用试试，煮饭款菜，佮对户人也意料去公厅，甲八仙桌七清气，刷入去，甲位敲好势，准备食饭。秋暉才嫁入来东家无偌久，平常时甲翁婿两个人住伫小镇的郊区。罕得转去大家的厝里，厝边隔壁拢是帮头来的亲情，免不了想要探看卖啊，这个新娘煮食的功夫，所以伊嘛只好喙齿紧加咧，手腕闭起来，入去灶骹款饭菜。秋暉啊，你菜洗好未？洗好啊，我拢放伫灶台顶，等一下就会当下落炒啊。好。安尼我先来煎鱼啊！你去切一寡姜丝甲蒜头互我，我要做五柳鸡。等一下，甲大鼎内面的花菜糊起来，遐恁万职工啊，少爱食的。顺续举2支电风去公厅内面赏翕啊！秋暉的大家是一个老实的庄脚人，毋捌字，脾气阁歹，但是对秋暉真好。总是将好食的物件留予伊，甚至伫秋暉上班的时，大家拢会买鱼买肉去秋暉的新厝。所以清明家族团圆要食的饭菜，
当然嘛是大家家己发咯。伊是真毋甘心父费神。安尼就加足收钱啊！妈，爸甲万叔讲，伊毋是转来啊，哪会阁出门去？因转来摕柴刀啦，拿厝庄迄边落甲树发了伤旺，爱用柴刀锉，一年才去一摆，规个网啊拢强要互草啊砍掉咧。哦，安尼应该足忝诶。啊，陪忙拢干那查甫诶去吼，啊，秀嫂哪像拢无去？是啊，我嫁过来就是安尼，干那查甫的去陪忙，我嘛最近这几年才对去斗骹手。哦，是安尼哦。秋惠想起细汉的时，规个家族啊加起来超过60个人，陪忙了后，拢有土豆糖，还佫有麻糖会当食。大人甲捏红番仔米的两壳，压伫毛仔顶悬了后，就会讲：汤汤咯，意思是好运到。算来去，阿公阿嬷都会加三两分互因遮的囡仔食，还佫会讲一忘过的故事互因听，足趣味的。好好好，大家拢有通食。秋惠毋捌要求做伙去，只是无啥有法度接受这种男尊女卑的风俗罢了。其实，蒙地草啊发甲一世界，蠓虫真济，天气又阁热。秋惠想想咧，感觉无人叫伊去陪忙，凡说是等家的人体贴女性同胞的表现，也无一定。哦，这个花菜干掺大骨落去烘，足好食的。爱食就加食一寡，等一下摘一寡转去台北。这个菜拢是我家己种的，完全无喷农药的哦。对啊，啊哪会无叫启华的太太来食饭啊？啊，启华，去叫秋惠来食饭。好，我随叫。当等家的长辈做伙伫公厅食饭的时，秋惠对大家伫户人的房间看电视。大家叫秋惠去食饭，毋过秋惠看到大家甲大房的兄嫂拢伫家己的厝里，心内有数，回去陪大家哪看电视哪开讲。腹肚枵啊，就写一粒红果，切一半互大家。秋惠，爸叫你做伙来公厅食饭哦。哦，等到翁婿来叫伊，秋惠才摕一副碗箸去公厅。自八公是台湾大学毕业，伫店内是有头有面的人。伊看到秋惠行入去公厅，就主动招呼这位打嫁过来无偌久的新娘。来食饭。听讲你是读台中女中毕业的，以早伫台中的大公司做科长，无简单哦。无啥物啦，就运气好啦。第一摆甲遮尔济家族的长辈做伙食饭，秋惠也是有淡薄仔袂自在。算起来，你是咱陈家学历甲经历上好的新妇。来，在座的吼，拢是你的长辈，你爱叫阿伯、阿叔。毋对哦，伊爱对伊一代叫，爱叫伊二伯公，万叔公才对。对伊一代，免啦，现代人
毋免计较辈分的问题，叫二伯就好。饭后，家族仔内中年的查甫人拢坐伫门口埕开讲。一伯阿嫂捧一盘水果出来，来，伯公、叔公、叔啊，大家来食果子。对吼，阿秀，你叫我伯公，安尼秋惠嘛会对你叫，因为恁算起来是同师仔关系咧。伯公、叔公恁好。安尼叫才对。秋惠发现拄则咧公厅食饭的时，敢若伊一个查某的，大家甲即伯阿嫂拢虽然踮伫家己的灶骹内面，等到查甫的长辈食饱离开了后，查某人才上桌，而且一个食饱，就阁无用洗碗盘、整理灶骹。秋惠想起做囡仔时，妈妈甲囡仔人嘛是袂当上桌食饭。一定都要等到做初冬的这辈时段，食饱准备落田做工课时，妈妈才会硬几支剩的菜甲菜脯，简单备几嘴仔饭。哦，菜阁拢互人扫了了啊！好咧加在，还阁有一盎猪油，白米饭掺一汤匙仔猪油。佮蓝豆油，迄滋味是无输迄盘菜脯呢。当时小小年纪的秋惠，料算菜刀仔内骹仔内面一定是人间美食，也无为什么只干那需要一汤匙仔猪油泡，就会当互妈妈食饱。所以以后嘛要逐工叫妈妈互伊猪油搅饭食。妈妈，我明仔载阁要食猪油搅饭哦。啊！你逐工食，拢食袂sen哦。袂啊，虽然猪油是白色的，豆油是黑色的，但是两个亲像是好朋友共款，拄做伙就分袂开啊。也阁有袂人气味，我足介意。其实，秋惠细汉的时，家境毋是介好。大姨8岁兄哥都无秋惠遐尼有口福，当时连食猪油搅饭都拢会互骂一顿粗饱咧。哦，腹肚都要枵死啊！迄个时阵，3顿叫要拢是番薯签糜，拍打的番薯签就亲像稻草，无滋无味，囡仔人食甲惊。只有初一15拜拜时，才有白米饭通食。当时秋惠的兄哥，逐工放学回来，腹肚就咧枵。有一摆学校下昼举办灌肉球比赛，伊连续拍3场，又搁忝又搁枵。想袂到今仔日别班同学的球拍甲遮尔冷，害我闪球闪甲规身躯无力，我要忝死。今来看有物件好食无？哇！今仔日竟然有白米饭，这一定是天公伯啊！看到我今仔日真拼势，才会特别想互我啊！还阁有猪油呢，沾一寡豆油上够味，都免配菜就足好食。阿母无伫厝，这个白米饭会当随在我食。我你是饭桶是无啊？竟然甲白米饭食一半较加，做代志拢无咧准则，规家伙仔拢还袂食呢。我嘛还袂炒菜，你着甲饭食了了。妈妈骂人的声音，远远都听会到。经过足侪冬，逐摆若讲到猪油搅饭。秋惠的兄哥就会想起迄摆偷食白米饭的老气代，而且阁满腹的委屈。
迄时我读小学6年啊，长咧大，胃口大，厝里阁无四小通食，看到白米饭，当然就足欢喜啊。叫是卖西瓜趁大钱的，哪会知影遐白米饭是为着要甲爸爸做生日用的？谁叫你遐尼贪心？一困仔就偷食3大碗饭，当然应该互骂啊！敢无互人处罚哈？当然嘛有。迄暗我互骂甲臭头，过顿工，互爸爸发去扫猪条。爸爸讲吼，我遐尼爱食猪油，着爱先学晓照顾猪啦。后来猪条拢全叫我扫啊！哈哈，原来是安尼哦！无怪细汉的时，我定定伫你的身躯边闻着猪屎味。喂，秋惠，你茫黑白讲的，万一交迄女朋友惊走去，要安怎？哈哈哈哈哈！伫秋惠的记忆当中，细汉的时阵，灶家的菜橱仔内有一骹顶面有长蓝色以内美食的卡，妈妈讲是当年分家的时阵外公送来。甜甜的猪油弥补无肉通食的遗憾，囡仔定定会买一杯白过的猪油泡做四收啊！伫迄个困顿的年代，会当讲是重要的民生物品。冰箱内面的猪油敢若用完啊，归去转去大家因兜，较一寡来过验一下。爸。哪会是你咧转猪油？着恁妈药食独行的老毛病又搁夹起来啊！伊讲你爱食猪油、参豆油，想讲顶摆可能用完啊，所以今仔日透早就催我去早市买猪肉，还搁讲等猪油冷啊，要送一件去顶新厝互你。真的哦？你哪会晓转猪油？哦，佮转甲遐尼水。嘿哦，小可代志啦，我已经是老师傅啊。你过来的2-3冬前，恁妈跋倒受伤，拢是我煮3汤茶的风台的。当过年前的大饼煞，嘛拢是我一个人包办。真的哦。但是我哪会拢干那看到你伫客厅食饭，妈伫灶骹收碗盘，而且逐摆拢是你食饱。伊才想到食菜尾，我叫是你是厝内老爷呢？啥物咧老爷？伊才是风太后啦！脾气足歹的，较未着就对我大细声。我只是无想要甲伊吵尔。伊无想要做伙就倒食饭，迄是伊的怪癖。讲嘛讲袂听，连清明恁爸讲因转来嘛是安尼啦，真歹伺候哦。原来是安尼。我叫是咱兜查甫人上大咧，哈哈！原来是我误会啊！爸，你大人有大量，无怪巴肚遐尼大。好啦，莫阁甲我报啊啦！来，你家己较一寡猪油转去，先的我阁走一撮。Yes sir， 遵命。感谢长官的赏识。秋惠徛伫炭甲龟厝间猪油芳的灶骹。手掼打干亲手煎的猪油，感觉打干甲打假，就亲像油金的猪油甲虎皮色的豆油完美的结合，最后成就圆满幸福的家园。
今仔日的绘本故事广播剧《猪油搅饭》是由廖淑苗原作，罗家书廖淑苗编剧，夏玉华台语校正。绘本朗读华语版林武静，台语版叶怡欣。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：秋辉、徐明芬演出；秋辉的阿嫂杨梅惠演出；二伯公林瑞芬演出；秋辉的大官张志宏演出；秋辉的大家朱金芳演出；秋辉的阿嬷甲妈妈林玉丽演出；秋辉的翁婿吴建东演出；细汉的秋辉廖家清演出；细汉的兄哥李建英演出；大汉的兄哥纪品志演出。空中好朋友，收听的节目是江苏主持暖暖专门课。咱今年制作的主题是马哈故事绘本。足久以前有一间三合院，这本绘本内面有50几张画了足水又阁足可爱的图，嘛有文字来描写作者伫囡仔时代带伫庄卡的故事甲心情。空中好朋友，若有想要得到这本绘本，请你赶紧上咱专门课电台的网站。只要帮咱写一份收听节目的文件，就会当参加绘本的抽奖。咱每一届会抽出8个至10个幸运的好朋友来赠送这本绘本。也咱后一届抽奖的时间是伫1月31号，请大家把握机会，上咱专门课电台网站来写文件抽绘本。电台网络的地址是 www.fm899.com.tw。若是记袂起来，嘛会当 Google 搜寻专门课电台，同款会当找到咱的网站，邀请大家做伙来参加。你看咧，真冷爽，水牛食草顺残花。乌树牛仔来做伴，脚车顶徛咧看关山。美丽岛，美丽的咱台湾，你看咧，雨丝香。暗灯吃白烟闪闪，无像山高红的hen，金石脚月娘出遐顶。